咁又點啊？你邊位啊？有人話我唔夠膽講嘢，有人擔心我講嘢太過大膽。我其實都唔係好明啊，唔同平台究竟佢有啲咩唔同嘅底層規則？你話我喺油管講嘢被限就話啫，雖然嗰度已經限咗我，自己地盤都限，我其實係百思不得其解嘅。邊條？咪就係哈爾濱佛教大學女生演講嗰條嘅評論咯。所以其實話我唔敢講嘢嘅老友唔需要話啦，就算我按照你講嘅所謂嘅夠膽啊，有啲嘅視頻呢係發出咗你刷唔到，有啲呢係完全發唔出嘅，並唔存在所謂嘅大膽細膽。擔心我嘅老友啊，更加冇呢個必要啦，因為平台時刻都喺度保護緊我，唔係呢個就係嗰一個。先幾日咧，我睇到民聲熱線嘅主持人直播嗰陣咧，被無情咁樣吸咗電話，對方喺吸之前咧仲講咗句唔使理佢。之後咧，嗰個單位嘅領導咧收到風啊，知道大領落啦。據講咧，當日咧就聯繫上咗啦，而且佢當班主持人所講吸電話嘅人咧態度極其誠懇，知道自己唔應該咁做啦。而且咧，主持人事後發視頻仲話件事咧已經告一段落啦，仲有好多事咧需要我哋節目去關注。一個主持人如果俾觀眾同聽眾認定佢係夠膽發聲嘅，係會好受歡迎嘅。但係我哋其實都好清楚吓，電話打上嚟係想解決問題，而節目嘅終極目的亦都係為咗幫大家解決問題，而唔係鬥氣。如果唔使喊打喊殺就解決到個問題，又何樂而不為呢？嗱，呢件事做得大氣體面，但呢一個咧都唔係我想講嘅重點啊！重點係主持人喺事後回應中提到，呢個係佢嘅工作，佢能夠夠膽問、夠膽發聲，原因就係佢嘅背景係所在嘅佢嘅機構，講嘢嘅係主持人，表態嘅實際係機構，所以你會明白啊！因為一件事而發表嘅睇法，不在於邊個嚟講，係在於究竟係代表邊個喺度表態。當時被吸電話嗰陣咧，對面係根本未清楚係邊個打過嚟，嗰句義無反顧嘅唔使理佢，其實係帶住你係邊位嘅潛台詞嘅。只要唔需要佢承擔後果，理論上邊個打嚟，你都可以問翻佢：你邊位啊？你仲可以換住花款講：你邊位啫？切，都唔知你係邊位。就算對面講得出佢係邊位啊，你都可以加多句。咁又點啊？咁又點先？以後有人過問你任何嘢，你都可以用你邊位，咁又點？所有嘅問題就迎刃而解噶啦。人哋問你食咗飯未啊？你邊位啊？我都係關心你啫。咁又點啊？而其實我成日都喺評論區俾人指導我講嘢噶。嗱，通常咧都係話你夠唔夠膽講邊件事咁樣嘅。你知我想點答佢噶啦？一個人懂唔懂權衡利弊，係判斷佢成唔成熟嘅重要標誌之一吓。如果我講嘅係有用嘅，哪怕有啲多用，喺我嘅角度咧係唔多存在大唔大膽嘅問題嘅。但好多時候咧，你都會好心痛，因為已經放低咗個人利益，提升咗個人風險，去為某啲人某啲事發聲嘅時候，都總會有唔少人係聽你講前兩句覺得唔多啱聽就開始鬧噶啦。通常咧都會關照我媽媽多啲，我老豆風險低啲嘅，又或者咧直接稱呼我係一個器官，唔係一副器官，係得個頭嘅啫，咁俾面啊，得個一截仔咋？同樣嘅，我大多數時候講嘢都只能夠代表我自己嘅諗法嘅啫，甚至乎我會換種講法，而個目的咧都係權衡利弊，免得講完的多作用都冇吧。但係如果按照某啲評論所講嘅咁樣，一番勞氣之後咧，人家真係問你邊位啊？就算你言論升級，人家仲會補翻句咁又點啊？點講呢？如果嗰啲連知人口面不知心都唔能夠理解嘅人嚟教你點樣發聲，你又按照佢講嘅咁樣去發聲，最後得個嘈字嘅啫。呢個世界好多事本嚟咧係可以解決到嘅，偏偏咧因為用錯咗方法，講錯咗嘢，而變得比原嚟仲衰。有啲事咧，就算解決唔到啊，都仲可以咧轉移去爭取其他嘢嚟彌補一下。我都未講呢個社會一個好人同壞人都唔能夠通過單一路徑去分辨，你又點知人家權衡緊嘅係點樣樣嘅利弊呢？有啲人咧仲會以正義嘅名義去鼓動你不顧後果去發聲，係因為佢係唔需要權衡利弊嘅，佢要嘅係滿足自己當下嘅情緒。同樣佢亦都唔需要承擔乜嘢後果。嗱，如果出咗問題，你唔好問啊，佢會同你講你邊位啊？咁又點啊？所以嗰啲成日帶我問我夠唔夠膽講嘅老友，唔好問啦，
我會話夠膽，咁又點啊？就算我講咗啊，你都會話我唔按你諗嘅嚟講噶啦。你邊位啊？其實最悲哀嘅係俾你哋鼓動嘅人解決唔到問題，不但止，最後自己都挺埋入去。講緊你啊，輪到你講啦，講咁又點啊？點讚啊，正能量！